我都係唔記得鋪 Facebook，掛住傾偈。點解個冷氣要開到咁凍？隔離吹嘅，隔離就冇風，呢度就凍到咁。打凍，記住先。喂，iPad 咧？我睇下幾多錢？好似嗰北極咁啊！係非洲。你睇隻係咁嘅知咩？要唱翻首啊！Hi Lily, Ruby, Choi Choi。咦，有耳環喎，咁快，除定先。要唔要開始啊？嚟啊！都係一樣呢，我諗。好嚟，好第一件未使用品啊，C 牌。我目測咧就毛巾料，紅紅色，漸變，見唔見到漸變？我突然間諗起巨星雪條喎，喂，知唔知啊？嚟，洗水錶，等等啊，呢度，X，咁係啊 cotton。咁而家夏天就啱用嘅，吸入冷氣地方，即好似而家我喺雪櫃咁樣，超級凍。好嗱，露翻個 logo 先。好，兩個 logo。咁樣用漸變色，唔同色。未使用品3499，3499冇瑕疵，限制品，勁長啊，好長啊，去到膝頭哥，我都冇位褪嘅。好，3499漸變色 cotton 料嘅 C 牌圍巾，跟住耳環。C 牌耳環，講咗價錢先，2799，2799。咁咧佢係珍珠 C 牌，立體嘅，見到嘛？金色 metal，大概2.5 cm 啊，都大粒噶。金色襯白色珍珠，咧閃下閃下幾靚，2799啫，2799二手產品。跟住呢個立體好靚啊，不過咧就冇包裝，一粒色，用立體 CC，一粒色型嘅立體，呢個好得意。都係金色 metal，2799冇包裝啊，黑色 logo，咁樣新款。邊個先啊？呢個哦。
皮穿喎，用皮穿出嚟嘅正方形，CC 水鑽都係咁樣立體嘅正方形，有盒，呢個好有型，幾多錢啊？2899呢個好抵喎，Daddy，我可以要嗎？好，跟住心心吊嘴，呢個係未使用品啊，未使用品。原來頭先立體嗰對色仔嗰對係未使用品。好，嗱，CC，佢呢個咧都係冇包裝，心形立體 CC，好似嗰個 lock 嚟，掉落嚟。呢對2899金色，冇包裝。誒，係我嗰對咯，啱啲調轉咗添，我就咁戴呢對得啦。好，嗱，我有對一模一樣嘅皮心形，呢對我好中意，而家買都好平，我嗰陣時買要3000幾，2899冇包裝，立體心形，同我呢個一模一樣。好，跟住嚟個 fine jewelry，fine jewelry，好，首先有佢係鑽石啦、白金啦，跟住有 certificate 啦，咁佢咧都係真款嚟嘅，18K 白金，跟住佢係一個葉嚟嘅，跟住垂吊一個梨形嘅鑽石，天然鑽石咁樣吊落嚟。咁佢咧個 certificate 2024年嘅，咁呢個係咩啊？全新嘅喎，全真。嗱，專櫃咧賣緊226600蚊，22660。跟住我哋今日直播價全新價157999，157999翻 jewelry，有個枕頭，有珠寶盒，跟住 certificate 2024，呢個好靚喎，哇呢個好靚喎。講咗價錢先，未使用品3299，嗱佢咧係勁大 CC 啊，你睇下勁大，跟住然之後佢屬於短鏈咯，我覺得啊都唔係喎，60cm 咪都差唔多50，60個60嚟到呢度勁大咯個 logo，跟住咧喂，全部CC logo 勁大，跟住閃石，中間頭窿金色。3299未使用品，3299大概58至60cm 長度。再嚟一個路牌 Root Temple 嗰個路標，咁佢都係未使用品，可以冇得調校呢個，冇得調校，咁就係 choker。好，帶出嚟有個路牌 Root Temple 就係巴黎總店嗰個路牌，exactly 一樣嘅。好，後邊未使用品啦，嗱佢本身咧係出嚟嘅，所以係會你見到好似凹凸不平咁，但係佢唔係瑕疵啊。咁前面咧就係 Root Tampon，跟住 CC logo，粗鏈勁粗，咁呢個係型啲嘅款嚟嘅。
可以襯 T 恤背心啊嗰啲着。呢個係3799，都係未省用品3799。跟住呢個都係 fine jewelry。Dior，佢呢個係7979黃金吧，冇睇錯。啊，有個珠寶盒啦，Dior 嘅。一陣好心形，中間一粒鑽石。成個圓形係白貝母黃金18K 黃金，咁佢可以有一個、兩個、三個調節位，咁大概都係嚟到呢度，後邊都係白貝母。翻 jewelry 啊，專櫃賣緊14,000，今日直播未使用二手產品7979白貝母鑽石。好，跟住 Tiffany 純銀啊，雙鑽啊，哦係喎，有鑽石，哇！不過呢個size 細啲啊。好，睇下先，一粒、兩粒、兩粒鑽石，咁跟住佢呢個咧係純銀嚟嘅，925純銀，size 就應該細啲啦。大佬幫我睇下係咪47？哦，47，好47，戴我戴無名指啦，要食指嗰啲戴唔落啦。好，咁佢中間就有佢個 logo 啦，Tiffany。冇包裝，但係超級平，1279有鑽石喎，1279 1279啊，1279。跟住呢個都係fine jewelry 18K 白金嘅鑽石，Zero One 嘅我哋叫做彈弓戒指，男女都啱用嘅呢個，哇好大玉扳指。好，睇下先，一行鑽石，跟住兩行彈簧，彈弓講彈簧，冇人矯正我嘅喂。好，佢係咁樣嘅啦，你見到轉落到嚟呢度，咁樣分叉，再轉，好，一行鑽1999，1999有啲使用痕跡啊，但係可以打磨一下，尺寸係58，男女仔都戴得，有個證書8999 58號，跟住呢個係咩？哦，嗱呢個就係 fancy accessory 啦，fancy accessory，咁佢唔係金啊，就係普通嘅metal，咁佢呢個位置咧係蜥蜴皮，2499全新產品，size 52，咁佢咧呢個咧係喐得嘅，點啊？活動嘅，有盒，有個戒指嘅 pillow 咁樣嘅，有盒有絲帶可以送禮物，2499母親節喎，2499，快啲揀母親節禮物大家。跟住呢個都係全新產品，我睇下嗰個有尺寸冇？50size 50，好靚啊呢個。嗱佢咧中間鏤空嘅，跟住然之後 CC logo 水鑽金色，咁佢呢啲大食指好靚，50號，全新產品2599啫，2599，有張 copy 單，有個盒，啲 accessory 好靚，好 copy 單。再嚟嗱，呢個就翻 jewelry 啦，18K 玫瑰金，再加鑽石山茶花，
右圈嚟嘅，目測就細碼啦，係啦，47啊，又係47，但無名指，右圈，呢啲就女仔啲斯文啲。山茶花中間一粒鑽石，47號有個盒，都係珠寶盒，跟住訂單年份2020，8999，8999，咁佢係18K 玫瑰金加一粒鑽石，二手嘅。仲有個呢個 certificate，出兩個成本。好聰明。好，講兩隻豬鼻手鐲先，咁都係屬於新款式，但係佢係二手嘅。一個係灰色，一個係黑金。呢個玫瑰金嚟嘅，灰拼玫瑰金，黑拼金，有少少唔同。兩隻都係 PM 就係16.8個圈。好，兩隻，咁定係有少，唔係喎，灰色係大圈啊，灰色係 GM 啊，大啲個，係嘛？度下先，唔寫咯，呢個咧，你講，唔係我做嘅。咁有問題咧都唔關你事㗎，怕兩隻寫 PM。係啊，PM，我頭先可能前後嗱，咁佢有啲使用痕跡，後邊都係有使用痕跡嘅吓，咁但係價錢好平，1499一隻，1499，1499都係 PM，16.8個手圍，冇包裝，全部冇包裝。好，繼續翻 jewelry number 5，18K 玫瑰金，佢 number 5係全鑽，呢隻應該貴嘢啦吧？好 certificate，sorry 啊，2024，睇下先嗱，呢隻咧，又唔算貴喎，嗱佢專櫃賣緊咧87300啦，咁佢呢隻係全新產品，18K 玫瑰金天然鑽石啊，全鑽 number 5。我哋今日直播43999，43999，我睇下我帶唔帶到先。點啊？好 delicate，佢係將個 number 5。好，個5字呢個位咧係開關嚟嘅，呢個鑽石。我有啲鬆，咁我估佢係15、16cm 度啦，手圍帶出嚟係好閃嘅。咁粒好靚，係啊，同埋唔貴咯，4萬幾蚊。好，又係咁樣啦，一抽額咁樣戴可以，有個枕頭，好，跟住有個 cushion certificate，43999，手圍大概15、16左右，跟住手錶，除26，26大號有使用痕跡，但係其實你呢啲可以打磨或者你唔理佢都冇問題。
因為唔係好覺咁帶出嚟。好高 color 嘅 Epson 皮帶，短帶目測就係、好後邊石英標，白色標盤，個框框就有刮痕嘅，但係條標帶狀態就唔錯。呢個咧就可以自己喺屋企換嘅，滴開佢，滴開呢個兩個位就可以換顏色。男女仔都戴得26，因為佢屬於大號，唔算細隻。8799，8799。你有冇證書啊？飲啖水先啊！哇，呢件好靚喎，幾錢啊？全新產品啊！好，講咗先，全新產品 C 牌 Tweed Jacket Little Black。哦，攞嚟。頭先嗰隻錶有證書，呢本唔係證書嚟嘅喎。啱諗咩？哦，好。2022頭先隻錶34，專櫃賣緊49,300，今日19,999先。咁佢係黑色嘅34啦。咁我個膊頭有少少鬆。咁其實但係我係着34嘅。我估佢呢件係有少少 loose shoulder，咁可以斬薄，攞翻專櫃斬都得，出去斬又得。或者你哋個膊頭橫過，我就唔使斬啦。咁佢係短身嘅。個紐咧好靚，見唔見到 CC logo？同埋佢呢件好容易 fit 咯，短身，影得隻腳長啲嘅，你又可以襯短裙啊、短褲啊嗰啲。而家19,999，差唔多半價。咁佢係冇着過嘅，全新產品，34碼，34等於法國加細。後邊佢成件係烏嚟，唔算 tweed，係烏羊毛外套。19,999。再嚟一件，呢件都靚，呢件就係 tweed 啦。好，跟住佢個袋有呢個織啦，跟住然之後粒紐花花紐 CC logo 34碼。呢件咧就有個 contrast，就冇明顯啲啦。呢件短嘅，個膊頭好靚啊，啱啱 fit 呢件。好，專櫃賣緊68,300，我哋今日半價27,499，27,499好平。呢同埋咧呢啲 classic 款咧，年年都着得。咁佢有翻少少 detail，冇咁悶，袋嚟噶，擺到嘢。27,499，好睇翻先，34碼，裏面皮穿，跟住後邊就 plain 嘅荷料皮嘅 bean，勁平，平過 Epson 6979，6979。Oxford 跟住銀扣。Hello，喂，唔記得咗睇 comment 添，太投入，多謝分享啊！咁大嘅冷氣有病。好，咁佢咧呢個咧就係風琴位，可以擺好多現金，跟住好輕微嘅傷痕跡，你見到淨係少少卜啫。但係6979真係好平咯，話晒 exotic leather。咁佢個扣少少傷痕跡啦，少少花痕。咁啲右邊嗰啲都靚，成隻冇乜特別大問題，買嚟打卡影下都幾靚。好，藍色6979。
跟住 L 牌9999先講咗，呢個咧本身個定價好貴，35,000，咁我哋今日只係9999，咁係印花。睇下先，條帶喺裏面，好磁石開合，咁樣開先，好似啲 Messenger 咁樣啦，跟住呢度仲有層拉鏈，去旅行男女仔都用得。堅嘅條肩帶可以較長短先，好多個窿。佢本身係男裝袋嚟嘅呢個，但係女仔都可以用嘅，比較中性啲。呢個可以較短啲啦，一陣間可以咁樣用。咁佢呢個係 decoration 嚟嘅啫，係咁樣打開，呢度一層，呢度用量好大。好，睇睇個 logo 先，呢度仲有一層，四角 OK 嘅。本身個皮都係巢巢地，你放咗嘢咧，擺咗嘢落去咧就冇問題。見到咩？好，好平啊，好平，三折，9999，9999，肩帶可以調校，男女仔都用得。好，Hobo 全身特登喺韓國訂嘅，一個灰，一個黑。咁都唔特別多講嘅，因為其實 Hobo 次次直播都差唔多有賣，因為真係好好賣，佢好輕啦，防水塗層啦，咁其實你普通微微雨嗰啲都冇乜問題嘅。咁去旅行佢呢個又輕啦，跟住又有拉鏈啦，拉鏈全身有個膠套，好有個內袋，佢個 packing 紙袋sorry 紙袋加層袋一套。睇下先，6999，1699都係咁樣，1699，7999，Wallet on Chain 羊皮紅色，我想講羊色紅皮，跳穿咗嚟講，好嗱，咁樣兜一圈咧，你就唔需要用條折扣，就咁斜咩？紅色羊仔皮，好平啊，真係7999。好嗱，咁佢狀態咧，我覺得八八身啦，佢有少少軟咗嘅，但係價錢搭夠啦，買嚟粗用，當買個銀包，跟住佢有扯咩帶啦，跟住唔使袋銀包嘅，因為佢可以就咁插卡，放咗嘢落去，賺翻上佢就靚仔噶啦，八八身啦，例如後邊有少少染色，7999，7999，咁有啲磨損嘅啲角位都。唔介意想執平貨就可以揀呢個，有層袋，好，盒仔呢個我覺得都係9成新啦，因為佢個角咧有輕微使用痕跡嘅，但係佢整體狀態挺嘅，有原裝貼嘅。呢個位置我頭先見到就係呢條鏈，咁佢會 cover 翻嘅，咁就係呢條鏈嘅摩擦。好，可以擺得落扁嗰隻10cm card holder，可以放唇膏，唔使帶銀包噶啦，呢個都係就咁袋 card holder。最重要金球第一代，金球可以較長短，咁樣㗎。
幾多錢啊？超級平，9,999，9,999，1萬蚊有找。有 design 痕跡嘅呢個，有盒，有塵袋，即係 GST，好耐冇見啦，10999先講咗，因為價錢實在太吸引啦，出邊通常都要12300嘅。咁呢個冇卡，黑金，荔枝皮，CC logo 經典，原裝貼，好2格，中間拉鏈，拉鏈頭，金屬起鏈，狀態一切正常。4角 OK 啦，一啲少少使用痕跡，因為 GST 大家都知道冇10年都8載嘅啦。你預佢好成身啦，10999，10999，超級平，比市價平2000蚊，翻去自己執佢，噴哥，好嚟大號，Gabriel Hobo Maxi 可以叫大號，中意超級大袋嘅美人可以望過嚟，男仔都用得啊呢隻 size，咁佢係 Rima 牛皮，好挺啊，但係佢狀態新嘅一樣。咁咧4角呢啲咧算靚仔，個底冇乜壓痕，因為成日都會有壓痕嘅 Hobo，呢度少少刮痕呢個位，係啊。好，狀態93身啊，有裏面仲有蝕添嘅個拉鏈頭，11999，11999個底 OK 啦。繼續2019 Hamburg 嘅 Limited Edition 有 stamp 嘅，咁有好多 charm stamp on top 啦，跟住然之後佢係烏羊毛2019嘅限量版，可以扯咩？啱啱好似嗰個嗰個叫做咩薯條袋啊，好可以手抽，然之後 CC logo 喺呢度，嗱佢係咁樣開合噶，平嘅，可以好似薯條袋咁樣打開，金元寶有卡，裏面容量都大嘅，個底 CC logo，狀態95身。仲要 limited edition 啊，12999，12999買一個少一個。再嚟 flatback 15999，15999有原裝貼，卡食款啦呢個 seasonal 嘅卡食。咁附送一個非原裝內袋，黑色，裏面乾淨企理。可以雙帶，可以射咩？狀態有95身嘅，呢個係後間個物主包上去嘅。條鏈咧，我就咁睇就冇磨損。15999，15999有個盒。好，大 mini 情人節版都係 limited edition，舊版嘅 limited edition 啦，情人節嘅時候出嘅，邊一年就要睇翻裏面啦，唔係好記得。佢咧同 classic 嗰個大 mini 係冇分別嘅，20cm，首先粉紅色 CC logo，4角靚仔。
咁佢就係有啲 charm 喺嗰條 chain 嗰度，就係播情人節嘅嗰陣時，你可以孭呢邊，咁樣睇翻啲 charm。羊仔皮17,999，17,999，咁佢冇出任何其他皮嘅，即係荔枝皮嗰啲佢冇出嘅。好，佢深深 logo 個 charm 上面咧仲有山茶花，山茶花 logo 有水鑽，CC logo 有盒有層袋，17,999，17,999，佢包住，可能個 charm 驚刮花，17,999，超級平，2萬蚊都唔使。再講下頭先嗰隻專櫃係賣緊36,000幾嘅，classic 款，所以呢個好平。呢個就係頭先薯條袋個 friend。2019漢堡系列 Hamburg，咁所以你就見到好多 cruise line 嘅 iconic charm 啦，有啲水手喐得呢個，好有啲船啊，呢個叫河係咪啊？好，跟住個扣係有扭紋嘅，咁都係烏加牛皮，再配紅色嘅皮穿鏈。好 double flat，磅多嘅 inside lining，CC logo。咁佢呢個咧就係 classic 25cm，25cm可以踢咩？短啲嘅呢個，冇頭先嗰個咁長。呢個極力推介啊，因為 classic 值錢，19,999，2萬蚊有找，超級平。我哋之前買過一隻2萬頭到啦。Coco Handle 28cm 其實中號啊，但係佢官方叫佢做大號，其實我哋以前叫佢做中號。28cm 大號係再巨型一啲嘅，28cm 同 boy 咁上下大啦。咁佢係淡粉紅色，淡金，唔係白啊，淡粉紅嘅。跟住牛皮 handle，荔枝皮，四角靚仔嘅，呢啲邊嗰啲都靚仔。咁有條肩帶，好，佢裏面咧分開兩格，乾淨，成隻有95身，95身體。咁條帶係可以拆出嚟嘅，個扣有CC logo。呢件係咩呢個？長度大概100cm，19,999呢隻都係19,999，呢隻都平咯，因為咧28cm其實點都要2萬尾。有黑人層袋，嗯嗯，我感覺我就嚟講唔到，每一次直播都係咁而家。好，聽咩？小號，咁佢都係 seasonal 款，點為之 seasonal 咧？特別版有個皮穿鏈喺出邊，跟住個扣都係皮穿，然之後做咗凹凸紋，藍色咁樣打開，好有卡有收據，狀態呢隻都好新啊！講埋先，佢有個非原裝內袋送嘅。
兇案通圖色，靚仔93身啦，呢度有一個小壓痕，整體狀態好挺好靚，佢都可以 double chain 嘅呢個，除咗斜孭之外，24999買隻限量版 boy 啊，小號 boy 20cm，有盒有塵袋，呢隻你中意31嘅迷你，放多個電話，油臘皮，啱啲講咗牛臘皮，好容量大，然之後晶片呢個新款晶片好新嚟呢隻，全新嘅年份新係我嘅意思，24999原裝貼有盒。呢隻好31999，咁佢呢隻係金球 Pearl Crush Hobo 小號，呢個係新啲嘅金球，你見到同頭先一代咧有啲唔同嘅，佢係用咗穿咗啲皮喺裏面，呢個個年份新啲嘅，好都係咁樣撳中間較長短，咁佢呢隻 Hobo。都係未使用品，31999，專櫃賣42000，個扣原裝貼，冇睇用過嘅，有盒有塵袋，31999，平10000蚊啊！呢隻好靚，好靚嘅鑽石 handle，當然係水鑽啦。咁佢個 handle 係挺嘅，20cm 都係同頭先嗰隻粉紅色 franchise 嗰個同一個 size。好有收據，2023收據。咁佢咧就係二手產品，咁專櫃咧當時賣59900啦。咁佢而家我哋二手34999，平20000蚊，好輕微嘅使用痕跡，4個直頭靚仔添，整體狀態95身，好閃好閃 handle，踢咩？可以手玩咁樣拎34999，有盒有塵袋有單膚色，再嚟背囊仔19，佢個 collection 你見到個皮穿扣就知道啦。backpack 咁佢係可以手拎，屬於小號咁樣用。全新產品啊，34999，34999，四角嗰啲係冇用過嘅，個底有 CC logo，後邊牛皮嚟嘅，打開靚仔到不得了。晶片盤嗱，再講一次啊，晶片係冇卡嘅，晶片冇卡。2021年7月之後生產嘅都係呢種一代晶片，冇卡噶啦，唔會再有卡，千祈唔好問我點解冇嗰張卡。容量極大啊，34999，34999，專櫃賣緊50800，50800，背囊。好，阿蓮突然間諗唔起佢嘅名添。好，夏天咧最多人買啦，點解？因為攞去沙灘，攞去游水，可以影相，啱你一噴。游水。溝兩
做 gym 都得嘅喎。唔緊要咩？嗰定嘅時候，帆布輕盈，好紅色，最緊要係好雞乸咁大隻 logo。5499，5499，好平。Claire，哇，講唔到嘢添。好，Claire，跟住然之後黃色格仔，點解佢會係黃色格仔堅奶 limited edition 啦？寫咩？夏天用好靚嘅襯白色 T 恤，15999，15999，銀扣。你可以自己襯一個撞色嘅內袋，即係例如黃色嘅，佢就用咗通按通咯。咁你就見到透翻啲灰色出嚟。咁你可以下次自己再配一個，送埋俾你啊！下次配個黃色喺底咧，咁樣撞翻個色出嚟。15999，15999，953。U1喎，係咪啊？應該，哇！呢張單而單大迷你版啊，睇死人咩有老花噶嘛？7F 啊，孔雀藍，年份唔記得睇添，2016，201618cm 嘅 Pico 天水桶，有鎖匙一套齊，裏面乾淨。我覺得9成新啦，佢算 OK 嘅啦，裏面嗰個 suede。然後孔雀藍 7F 都係夏天顏色，銀扣底釘有啲使用痕跡，四角好輕微嘅使用痕跡，狀態你預9成新，有盒銀袋，copy 單14999，14999都係19，sorry 18講19，黑金未使用品啊，嗱呢隻未使用品，特別有香味，22999，22999黑金有 copy 單圖咗，金頭，原裝字冇用過，底釘仲有貼，好停啊，全新。呢個係 online 單2023 18cm 黑金金光色，年年都有噶啦，22999，22999。好，再宣傳一下先嗱，我哋咧有上門收件服務嘅，咁如果屋企咧你哋有我頭先介紹過，唔係黑金嚟嘅咩？俾我睇下，係啊，八雞萬夜空藍，似啊，係咪張單？單單唔係喎，3Y 啊，對唔住，真係好似黑色啊，3Y 係嗰個 carbon，少少帶啡，藍藍地嘅黑色，見唔見到佢啲線偏藍係喎？唔好意思啊，3Y。弱勁似啊！嗱不嗱，咁屋企有唔用嘅，例如頭先我哋講過嘅飾品啊、圍巾啊、手袋啊，甚至衫啊、鞋啊嗰啲咧，你哋屋企唔用，你可以俾我哋
寄埋，咁跟住打俾我同 Benny 啦，可以報價。咁跟住然之後，我哋可以揾司機去到你屋企樓下收。咁你就可以就咁揾工人姐姐攞落嚟拍，唔好嘥咗佢，可以換翻錢。有下一個主人會好中意佢。喂，呢個係咪佢噶？應該係啦吧。好，我哋睇埋呢隻 click 先。Kinetic，醫生霜，咁佢係山羊皮嚟嘅，山羊皮最 delicate 嘅山羊皮。嗱，佢咁樣，佢條肩帶係咁樣咧，係最靚，一個盒仔好挺嘅，咁樣開，打開佢，真係一個好似醫生霜咁樣。咁佢係二手產品，19,999先，狀態都有93新。山羊皮嚟講，佢係唔會甩唔會腍，因為佢本身好硬。喺度，仲有個勁堅挺嘅盒，19,999，呢個應該係 X9啊，山羊皮。哦，有盒有塵袋，30啊，Lindy 拼色，雙拼色，咁即係7W 加 Blue Super 啦，係咪？好，299先，講咗價錢，299，30cm，睇下 metal 先，輕微使用痕跡，呢啲都係，打開裏面係深藍色，雙拼色，送你一個非原裝嘅 pillow，裏面嘅底係深藍色，仲有一個非原裝內袋，買一送二啊！佢個手仔呢度都係深藍色。好，30cm，28999，28999。嗱，呢啲位有啲使用痕跡，整體 OK 咯，9成分咯，我覺得。仲要送咁多嘢喎，怎麼啦？你唔去做上藝員訓練班，嘥咗你，彈你先得。冇啦，最後5強，好，最後5強，pat pat 袋，Della Mini，石器灰，銀扣，似唔似 pat pat？蜜桃成熟時，好，跟住佢呢個好似冇得教。啊，有，啊嘛，好，較短啲啊，可以再較短啲，爽銀扣，咁樣打開，好講嘅人係呢啲，唔會驚變形，打 pat pat，狀態好靚，95新啦，有啲啲使用痕跡，有噶啦，金屬冇辦法。29,999，29,999，再嚟一個 vintage 嘅 Constant，講咗價錢先，超級平，39,999，39,999，黑金 box 皮，咁佢咧個扣有啲使用痕跡，其實可以打磨嘅，但係其實佢唔差嘅，佢 vintage 嚟講。你睇下遠睇冇乜問題，呢啲位置好輕微嘅使用痕跡，成隻
9成新，唔過分。好，logo 呢度，跟住都係輕微使用痕跡，經典兩格，logo 呢度。好，可以請咩？黑金39,999 vintage，跟住跟個 vintage 嘅呢個點解啊？好，紅袋48號 mini 24，阿噴哥，麻煩你攞走啊！應該係咪 D0啊？嗰個 beige colour 60999，60999先講咗，好平。以前咧要賣到69,000幾啊！呢隻最高峰時期翻貨都要69,000幾，要賣到7萬幾蚊先搞得掂。而家60999就有啦，仲要原裝貼紙，原裝貼紙拼色，呢個係大眾灰。肩帶係配大象灰，咁佢係可以斜孭、手抽、腰包，咁樣去旅行一流啊！呢個又可以斜孭，咁樣清晰啊！原裝貼肩帶兩個圈，四角都算 OK，冇磨損，有使用痕跡咯。但係有93新啊呢隻，因為原裝貼60999，60999，跟住32 T5，Rosary Put 32cm 金球54999，54999後加貼金球，好輕微嘅使用痕跡。咁Rosary Put 就係紅紅地帶粉紅色啊，睇下個扣輕微使用痕跡。32cm 男女都用得，好可以咁樣單邊咩斜咩襯白色 T 恤嗱，你咁樣就睇到帶少少粉紅色。裏面乾淨企理，輕微使用痕跡。handle 靚仔啊，呢個，誒，揾埋佢鎖先，好，起套鎖匙齊54999，5499932 Kelly，喜馬拉雅天花板啊，30cm Birkin 599999，喜馬拉雅鱷魚皮，鱷魚皮嘅天花板，咁佢係2點尼羅鱷。
2點，跟住 coating，佢個 handle 就係深色少少嘅，本身佢個顏色係深，唔係用到夠。30cm 鱷魚皮天花板貴婦必備，因為你行入 shop 咧，就算你配貨都未必一定有貨。今日 Birkin 599999，2點利落鱷魚。佢個鎖咧喺度，好，鎖同鎖匙，淨係得層袋。好，介紹到呢度，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。咁 Benny 一陣間會喺嗰個留言嗰度 send 嗰個 WhatsApp link 出嚟，咁大家記得加入去搶筍貨、減價貨、平貨，每日都有更新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